第一次攞起支槍嘅時候咧，其實係覺得好興奮嘅。我係第一班嘅陀槍女警，我都係同其他男警咧一樣，自己去巡邏，自己去截停搜查，所有嘢都係自己嘅。一個平凡嘅人生，亦都變為不平凡。歡迎收睇《警聲360》。今時今日大家都好依賴網絡，全運會當然亦唔例外啦。冇錯啊，所以網絡嘅安全就好緊要啦。我哋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早前就舉辦咗網絡安全研討會暨桌上演練。演練有超過30間機構，100多名代表參與，透過學習同實踐事故處理技巧，加強網絡防禦準備及提升應變能力，亦都為共同維護全運會網絡安全做好準備。演練分2個部分，第一部分由多位網絡安全專家進行專題分享，第二部分就係模擬流量攻擊、資料外泄等網絡安全事故，測試各單位溝通及應急響應能力。警務處助理處長刑事鍾永敏於開幕禮致辭指，今屆全運會由粵港澳3地合辦，意義重大，香港有責任同能力鞏固網絡安全防線，確保賽事安全有序穩妥進行。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其他精彩嘅節目，我哋陪住大家一齊睇。第一次攞起支槍嘅時候咧，其實係覺得好興奮嘅。我係第一班嘅陀槍女警，進行射擊訓練嘅時候咧，支槍咧就好似一個石頭咁重添。我哋咧女仔嘅手咧比較細啦，咁當時咧我哋嘅教官咧就諗到用一個水壺加條特製嘅橡筋加重嗰個壓力，然後咧我哋拎住個水壺嘅時候咧就去模擬住一個射擊過程。放假啦，咁我就去我哋嘅警察遊樂會裏邊咧，我哋有個靶場啦，就係買一啲子彈1蚊1粒，幫自己訓練嘅。燒槍嘅時候好緊張嘅，教官咧都發現到我咧，一燒槍嘅時候咧，掹嗰下咧，我就突然間會眨一眨眼。我知道我有呢一個問題之後咧，掹嘅時候我就望實，我就冇再有呢個壞習慣啦。當你對呢一樣嘢你有信心之後咧，其實你係會愛上咗嘅。教官俾翻我嘅評語就係話：咦，阿女你手槍都幾得喎！經歷咗27週嘅訓練，最尾咧我哋係成功攞咗3個獎項啦。咁啊包括步操獎、視父杯啦，最難能可貴嘅快槍盾。6班男班1班嘅女班咧鬥快咧，要將嗰啲氣球咧就打晒嘅。咁而我哋個班咧最快完成嘅，咁所以呢一個獎咧絕對係得來不易嘅。畢業之後啦，咁我就係派咗去跑馬地警署啦。我係第一班陀槍啦，好多人望我哋，咦呢個女警 police woman 有槍嘅喎，咦呢個着褲嘅喎，咁有好多呢啲咧對我哋好獨特嘅眼光。我都係同其他男警咧一樣，自己去巡邏，自己去截停搜查，所有嘢都係自己㗎啦。有一晚咧，就係我當間突然間聽到咧電台咧就講咗有一單咧老爆進行中嘅案件，我哋咧就即刻跑過去對面咧，就係一條斜路咧上去個咧地盤期間咧就見到一個男人啦喺度爬緊，咁啊即刻喝佢啦，喂咪喐啊！落嚟啊！差人啊！咁跟住咧就即刻咧即係跳咗落嚟，同呢個師傅咧撳住佢喺地下，即刻扣住佢，先知原來一個昂藏6尺、好高大嘅男人啦。去到法庭嘅時候咧，檢方律師咧有一啲質疑，手無寸鐵嘅女警，你有咩能力撳到我當事人啊？我對住法官講，我係第一批嘅陀槍女警，我本身係有一支槍。法官當時咧就對我笑一笑，岌頭。律師咧就即刻話：法官大，我冇嘢問啦。30年裏邊最大嘅得着就係有啲嘢係由唔得變得，一個平凡嘅人生亦都變為不平凡啦。女警嗰個能力咧，亦都不容置疑。我哋巾幗不讓鬚眉嘅，無悔去夾警隊嘅。阿 Sir、Madam 考你！香港警察首部微短劇《郭 Sir 學警 A 班到齊》已經喺香港警察抖音號同埋香港警察 YouTube 頻道播出咗一段時間咯。今集就想考下大家對呢套微短劇有幾多認識？香港警察首部微短劇知唔知叫做咩名呢？冇聽過。冇。郭 Sir 學警 A 班到齊。郭 Sir 學警 A 班到齊。我哋呢部首部嘅微短劇係講啲乜嘢嘅？
警察喺學堂訓練嘅過程。你知唔知成為一個香港警察係要經歷啲乜嘢嘅訓練呢？香港法律、體能、判斷力啦，射擊訓練。體能、步操。27週嘅學警基礎訓練課程包括咗以下呢9樣嘢㗎。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學警嘅熱血同埋使命感。仲未睇嘅你，仲唔快啲睇？今集考唔考到你？下集隨時輪到你。於2025年9月5號，警方拘捕2名本地男子竊取電力罪，涉嫌於深水埗及秀茂坪喺同一機構嘅2間殘疾人士嘅院舍內嘅假天花，非法安裝總共8部加密貨幣挖掘嘅設備，並連接到院舍內嘅網絡及電力系統，導致院舍電費大增8000至9000蚊。警方呼籲市民委託任何電工或者工程公司裝修或者安裝設備嘅時候，應該留意安裝嘅過程，以防不法之徒可以乘機安裝其他嘅裝置，令市民蒙受損失。唔熟悉工程都唔緊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電費使用量，若果發現係不尋常嘅變動，應該立即檢查同埋向電力公司查詢。竊取電力係屬嚴重嘅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任何人冇適當權限而不誠實地使用電力，即屬違法㗎。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5年啦，所以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如果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 subscribe 我哋警隊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 啊！嚟緊想我哋拍啲咩題材，就留言話俾小編聽啦。拜拜。